你知唔知減業障嘅最好方法係乜？心靜業減，為增福生。各位善友，不論你係日日誦經禮佛嘅居士，定係初次接觸佛法，只係想化解人生諸多煩惱嘅朋友，今日我哋要傾一個人人都關心、人人都離唔開嘅題目：減業障嘅最好方法。人世間冇任何一個眾生可以一生完全零業障，千生萬世輾轉輪迴至今，我哋每個人嘅身、口、意都不知不覺做下無數善業同惡業，而惡業累積起來，就形成阻礙我哋福慧、安樂、順遂嘅業障。好多善友私下同我傾訴，講自己一生勞碌，明明勤力做人，待人唔差，但命運總係充滿波折。做生意嘅投資屢次失利，客源斷斷續續；打工嘅明明盡心盡力，卻常遇小人是非，升職無望。家庭之中，夫妻時常爭執，子女叛逆不聽教，長輩病痛纏身，自身身體又長期亞健康，失眠、頭痛、脾胃虛弱，醫生檢查又冇重大病症，但就日日周身唔自在。仲有一類人，心裏永遠充滿焦慮、怨恨，容易記仇，容易發脾氣，見到別人好就心生妒忌，於是總係往最壞嘅角度去諗，長年心靈唔安樂。好多人遇到種種逆境，第一個反應就係怨天尤人，怨命運唔公平，怨身邊人拖累自己，怨環境對自己刻薄，甚至懷疑點解自己冇做過大壞事，卻要承受種種磨難。但其實佛法千百年來一直話俾我哋聽，世間一切苦厄、阻礙、煩惱根源都離不開兩個字：業障。如果將我哋本自清淨嘅自性光明比喻做天上嘅太陽，咁業障就好似一層又一層厚重烏雲。烏雲唔係太陽本身，但會完完全全遮蔽陽光，令天地間變得陰暗、寒冷，毫無生氣。太陽從來唔會消失，只係烏雲積得太厚。我哋本具嘅佛性、福氣、智慧從來唔會消失，只係千生萬世累積落來嘅業障，將一切善緣、光明遮蓋住。好多人聽到業障兩個字，會心生恐懼，覺得一旦做下惡業，就永遠無法翻身，一輩子都要受果報。其實呢個係對佛法最大嘅誤解。佛陀出世講經49年，其中一大核心教導就係教導眾生如何化解、減輕、消除業障。佛法從唔會判眾生永遠沉淪，反而不斷提醒我哋：惡業雖重，但有法可消；業障雖厚，但有心可化。業障唔係一道無法打破嘅銅牆鐵壁，只係我哋過往執着、貪嗔癡所留下嘅心靈痕跡。只要我哋掌握正確嘅修行方法，修持戒、定、慧三學，長養慈悲菩提心，時常生起真誠懺悔，一步步斷絕新惡業，化解舊惡業，層層烏雲自會隨風散去，我哋心靈嘅光明就會慢慢顯現，人生嘅阻礙自然逐步消融，福氣同智慧亦都會日日增長，最終活得清淨自在安穩。今日呢場分享，我唔會講深奧難明嘅經文術語，全部都係普通人日常可以做到、落地可行嘅實修心法。我會先同大家講清楚業障到底係咩，拆解業障嘅來源、分類，對我哋人生帶來嘅影響，再深入講減業障最根本嘅核心戒定慧三學。之後透過一個佛學故事，最容易忽略嘅重業，如何透過慈悲與懺悔化解。隨後詳細拆解5項每日可以修持專門減業障嘅實際修行法門：持戒、念佛、3種布施、真誠懺悔、長養慈悲心。再將佛法融入現代人嘅真實生活，拆解工作、家庭、社會、人際、網絡、世界4大場景，教大家點樣喺柴米油鹽日常瑣事之中就地消業。最後總結核心心法，破除大眾對消業障嘅種種迷思，送上祝福。希望今日在座每一位善友聽完之後，唔只係聽一個道理，仲可以落實落日常生活每一刻，日日修心，日日減業，慢慢脫離煩惱束縛，收穫心安自在嘅人生。2. 業障的定義：業如影隨身，無人能代。好多人講咗好多年業障，但好多人其實未真正明白業同障分別代表咩？
亦都分唔清外在逆境同內心業障嘅分別。所以第一步，我哋要先拆解業障嘅完整定義，搞清楚源頭，先知道從何處下手減業。首先講業，佛法之中，業即造作，凡係我哋親身做出嘅行為，口中講出嘅說話，腦海生出嘅念頭，三樣加埋，統稱為三業：身業、語業、意業。每一次身口意造作，都會留下一股睇唔到、摸唔到，但永遠跟住我哋嘅力量。呢個就叫業力。善嘅行為、善嘅說話、善嘅念頭，做下善業；傷害他人、損害眾生嘅行為，惡口、妄語、挑撥是非嘅說話，貪心、嗔恨、愚癡、妒忌、執着嘅念頭，通通做下惡業。善業會牽引善緣、福報、順境；惡業會牽引厄運、病痛、人際衝突、種種逆境。而障即阻礙、遮蔽、束縛。惡業累積多咗，就會形成重重障礙，分為兩大層次。第一層係外在環境嘅障礙，即世間一切不如意，缺錢、遇小人、親人離散、事業受挫、身體多病、意外橫禍。第二層亦都係最根本、最難察覺嘅內心障礙，亦即煩惱習氣。呢個先係一切業障嘅源頭。好多人只睇到外在嘅苦，卻忽略內心嘅執着，只向外求化解厄運，唔向內修心。所以就算你勤於禮佛、懺悔、捐幾多錢，業障始終難以根本消除。佛經講，一切業障嘅根本源頭離不開三毒：貪、嗔、癡。三毒生萬惡，所有惡業都由三毒牽引而生。第一毒貪，貪即執取，放不下，貪錢財，貪物質享受，貪人緣認同，貪感情，貪安逸，貪權力地位。見到好嘅東西就一心想佔為己有，得不到就日夜掛念，心生煩躁，得到咗又驚失去，時刻患得患失，由貪衍生出偷盜、欺騙、計算他人、吝嗇不施，長久累積就會形成貪業障，感召窮困，所求不遂，物質匱乏，心中永無滿足之日。第二毒嗔，嗔即惱怒、怨恨、妒忌、惡意。遇到一丁點唔順心就發脾氣，別人唔順自己意就心生怨恨，見人比自己好就暗中妒忌，心中常存報復、指責、輕視他人嘅念頭，由嗔衍生出殺生、打人、惡口、挑撥離間、背後毀謗，感召身體多病、人際破裂，身邊常遇仇人，事事有人阻撓。第三毒癡，癡即無明、愚癡，唔信因果，唔明善惡有報，執着虛幻假象，分不清是非善惡，做事顛倒，覺得傷害他人唔會有報應，覺得行善係吃虧，執着我最重要，一切只顧自身利益。癡係貪同嗔嘅根基，因為無明愚癡，先會生出貪同嗔，做下無數惡業，感召頭腦愚鈍，於是判斷錯誤，容易被人欺騙，走錯人生道路。由三毒延伸開去，我哋日常隨時隨地都在做三類惡業，每一類都會加重業障。身業，殺害動物、欺壓弱小、偷盜佔便宜、傷害他人身體、浪費糧食、破壞環境。口業，妄語講大話、兩舌搬弄是非、惡口辱罵他人、以語花言巧語誤導別人。口業係世間造作最頻繁、果報來得最快嘅業。好多人一輩子謹慎行事，卻敗咗一張嘴。意業，心中常存怨恨、妒忌、輕視、貪求、懷疑、邪念，呢個係最隱蔽嘅業障。外人看不見，卻每分每秒消耗自身福分。好多善信會問：我冇殺人放火，點解仲有咁多業障？佛陀話俾我哋知，業障唔止係重大惡行，細微嘅身口意不善，日積月累都會變成厚重障礙。就好似滴水穿石，一滴水唔會穿石，但日日不斷滴落，石頭遲早會穿孔。一次惡念，一句閒話，睇落微不足道，但日日重複，惡業堆積，烏雲自然越積越厚。同時，大家要記住一句至理：業如影隨身，無人能代。自己做嘅業只能自己化解。佛菩薩可以慈悲加持，引導我哋尋找消業方法，但唔可以直接幫我哋抹走所有惡業。就好似有人肚餓，佛陀可以教佢煮飯嘅方法，
但唔可以代替佢食飯。有人身上污糟，佛陀可以遞抹布教佢清洗，但唔可以代替佢擦拭。消業障嘅主體永遠係自己，唯有自身發心，落實修行，先可以真正減輕業障。搞清楚業障三毒三業嘅關係，我哋先明白減業障唔係求外在神明消災，而係從源頭對治三毒，斷絕新惡業，化解舊惡業，淨化身口意三業。呢個亦都係界定慧三學嘅核心用意。三、修慧，明白因果，知善惡報應，減業障最究竟目標。戒止惡，定靜心，但要徹底斷除業障嘅根本，必須依靠智慧。呢度講嘅慧，唔係世間讀書多、腦袋靈活嘅小聰明，而係通達因果、看破虛幻、體悟無我嘅般若智慧。愚癡無明係一切業障嘅根源。好多人不斷做惡，只係因為唔相信因果，覺得做壞事唔會有後果，行善只會蝕底，睇唔到眾生同自己本為一體，所以不斷生出分別、執着、傷害。修慧首先要時常誦讀因果類佛經，多聽善知識開示，時常提醒自己萬法皆空，因果不空。今日所有逆境都係過往惡業成熟，今日所有順遂都係過往善業積累。遇到挫折唔怨天尤人，只係業力了緣；遇到福順唔驕傲自滿，懂得惜福繼續行善。其次要修無我智慧，減少執着自己嘅得失、面子、感受，多體諒他人辛苦，明白世間一切人事物都係因緣和合，無永恆不變嘅實體，唔好為一時得失執着痛苦。當智慧打開，就唔會再主動做作惡業，面對舊業果報，亦都可以安然承受。唔再生新嗔恨，一重一重業障自然從根本化解。三者關係簡單總結：戒係地基，定係樓身，慧係屋頂。持戒先唔做新殃，修定先淨化妄心，修慧先斷除無明根本。三者一體同步修持，先可以由內到外，由淺至深，真正做到業障自消。同大家分享一個佛學故事，講我哋人人最容易忽略，果報嚟得最快嘅口業。好多人持戒行善做得好好，但管唔住一張嘴，背後講人是非，隨意輕視他人，不知不覺加重業障。呢個居士嘅經歷值得所有人警醒。古時中原地區有一位居家居士，家底豐厚，亦都樂於捐錢建寺，供養僧眾。表面睇落係樂善好施之人，不過佢有一個好壞嘅習慣，中意評論身邊所有人，無論係親朋、鄰居、寺院居士，只要見到別人少少不足，就會背後講人短處，搬弄是非。有時為咗凸顯自己，仲會講少許虛假說話，貶低他人，抬高自己。身邊親友多次勸佢管住嘴巴，佢卻不以為意，覺得只係閒談幾句，唔係大惡。行善積德，足夠抵消。少許閒話，依舊我行我素，日日造作兩舌、惡口、妄語三類口業。短短3年之後，厄運接連而來。首先生意慘淡，庫存貨品滯銷，多年積蓄快速虧損，跟住身體突然生怪病，喉嚨腫痛潰爛，講說話刺痛難忍，連進食、喝水都極度痛苦，遍尋名醫完全無法治癒，日夜受病痛折磨。家中親人亦都時常爭執，家無寧日，身邊朋友逐漸遠離，人人不願與佢來往，身邊只剩孤獨一人。佢痛苦萬分，前往寺院拜見老和尚求解脫。法師觀察佢之後，開示道：財布施只能化解身業福障，卻抵擋唔到口業觸報。口為禍門，3寸舌頭可以做無邊惡業。你常年搬弄是非，詆毀他人，惡語業力成熟，先感召喉疾破損，人際離散，財運衰敗。若想消此口業障，必須從今日起真誠懺悔，守口如瓶，永不兩舌惡口。居士頓時恍然大悟，明白過錯，跪在佛前痛哭懺悔，發3個願：第一，終身不講人是非，見他人過失，只藏於心，絕不向外傳揚；第二，見人優點，多讚歎，多講鼓勵溫柔嘅善語；第三，每日禮佛懺悔往昔口業，持誦滅定業，
真言淨化語業。從此佢徹底改變習氣。聚會時別人講是非，佢即刻轉開話題或者靜默離開。見到任何人都只講好說話，從不輕易批評。堅持1年之後，喉嚨怪病奇蹟般痊愈。3年之後，人際重回和睦，生意亦慢慢復興，內心不再喜愛議論他人，心境清明自在。呢個故事警醒我哋：口業造作最輕易，果報最迅速。千祈唔好以為閒談無所謂，減業障必先收口，管住自己張嘴，少一分惡語就少一層業障，多一句善言就多一分福慧。修行的實際方法：持戒念佛、懺悔布施。講完法理同故事，我哋講5樣簡單易做、隨時能修嘅消業心法，返工居家都適合。分別係持戒、念佛、3種布施、真誠懺悔、長養慈悲心。1. 持戒，杜絕身惡，阻斷業障增長。前面3學已講持戒，而家講淺白做法。在家善信，守住5戒底線：不殺生，不貪取不義之財，謹守感情分寸，不妄語搬弄是非，不飲酒亂性，網上不發惡評，不轉傳謠言。心念一升起，親到就即刻收攝。持戒重在時時覺察，只要不再新增惡業，宿業才有機會逐步減輕。2. 念佛，心靜則業靜，以佛號淨化意業。念佛係極簡消業法門，一心持誦南無阿彌陀佛，清淨佛號能軟化心中惡業種子，雜念煩惱無處依附。每日早晚抽空專心念佛，做家務通勤亦可散念，雜念湧現不必自責，輕輕拉回佛號即可。長期堅持，內心越平靜，夢境安穩，厄運減少。亦可搭配滅定業真言、百字明咒輔助消業。三種布施：財、法、無畏布施，廣積善業，對治惡障。布施以利他心，化解內在貪執。善業越多，業障越淡。分3類。財布施，有能力隨緣濟貧，供道場，經濟普通，捐舊物，分食物亦可，重在不論付出。法布施，向身邊人分享向善道理，開解失意之人，多說鼓勵善語，功德勝過財布施。無畏布施，安慰驚恐之人，輔助弱小，愛護小動物，消除他人不安，長養慈悲。3種布施同補修，貪嗔習氣自然減弱，業障隨善緣化解。4. 真誠懺悔，彌天大罪，抵不過一個悔字。懺悔發怒認錯，悔事立誓不再重返。二者缺一不能消業，單純形式拜懺，心無慚愧，毫無作用。有效懺悔須具4力，依靠3寶加持，心生真誠慚愧，發願斷絕過失，以念佛、布施、禮佛等善行彌補舊惡。每日睡前數分鐘反省一日言行，有惡念惡行便靜心懺悔，久則厚重宿業，漸漸輕安。5. 慈悲心，一切消業法門嘅根本核心。持戒、念佛、布施、懺悔，加以慈悲為根基。慈悲即是憐惜，包容一切眾生，明白萬物輪迴中皆曾為親眷，傷人等同傷己。慈悲心深厚，貪嗔無從生起，業障自失，滋養之源。7. 現代生活中的應用，生活修心，業障漸減。消業不別入時隱居，日常各個場景皆可練心。職場唔好同人爭名奪利，亦唔好心生妒忌，盡責守本分，不傳是非。遇小人阻礙，坦然承受，不生報復嗔心，包容盡責，即是當下消業。家庭夫妻少埋怨，柔和忍讓，教子女以耐心代替責罵，孝順長輩多陪伴，對家務不生厭惡，化解親緣宿業。社會相處待人平等，樂於助人，不記他人過失，得饒人處且饒人。網路不發惡評，不轉謠言，少睇暴雷，攀比內容，多分享正向善知識，方寸屏幕亦能積福。總結：消業不用遠離紅塵，只需於煩囂守住清淨心，遇事轉念，時常覺察，
煩惱生起之時，便是修心消業最佳時機。總結重點，破除幾個常見迷思。第一，消業重點在內心淨化，而非單純祈求佛菩薩消除厄運。唯有自身持戒、靜心、明因果，搭配各類善行，方能根除業障。修行始終靠自己落實。第二，減業要慢慢累積，唔好求快。日日少一分惡念，多一次利他，點滴累積，便能福增障減。第三，逆境多為，舊業了緣，坦然承受，不生怨恨，舊業就此化解。若執着嗔怒，只會再添新業。第四，所有修行以慈悲為根本，無慈悲嘅善行只屬表面功德，難斷心底煩惱。願各位善友從今日起落實修心，守好身口意，持戒斷惡，常念佛號，隨緣布施，日日懺悔，常存慈悲，時時觀照自心，遮蔽自性嘅烏雲逐漸消散，清淨光明自然顯現。最後祝願佛、法、僧三寶加持，大眾業障日消，身體安康，家庭和睦，事事順遂，遠離貪嗔煩憂，福慧日日增長，善根深厚，生生安樂，究竟解脫，